夏营农会仓库，你看北边那个就是夏营农会超市，然后那个空地北边那个就是仓库啊，夏营农会仓库。你看这个空地整理得很好，现在可以做那个停放车辆的活动车库了。那个。会租个空间，他放个那个你看停车的那个架子，所以看那个环顾很方便的，就是租这个停车位置。如果是农地的话，做那个快乐的农友，快乐农友，快乐农人啊。然后5平土地就租可以100块，半年1000块，3000块，那么贵，所以200块，半年1000二，那个是快乐租5平土地给人家那个种有机蔬菜，种菜类的，这空地是相连的嘛，是因为这条路而隔开的。要租